刊走訪唔同航空公司空姐，搜刮藝人名人搭飛機嘅趣事同騎呢怪行，大爆佢哋鮮為人知一面。空姐亦有大讚超 nice 明星藝人，其中一個就係民間特首劉德華。好多年前，劉德華喺機上冇休息，反而走入廚房表演魔術俾空姐睇。有份睇表演嘅空姐就話：劉華表演雖然係簡單魔術，都係玩下絲巾、變下花咁，但大家都睇得好興奮又開心，而且覺得非常榮幸。其實華仔喺2012年港姐總決賽都表演過魔術㗎。而一向酷爆嘅林海峰出名鏡頭後唔多講嘢兼目無表情。有次有位即將結婚嘅空姐粉絲冒住被拒絕嘅危險，要求林海峰拍片講幾句祝賀說話，林海峰竟然立即應承，但係個空姐因為太緊張，錄咗縮時攝影，林海峰不但冇黑面，仲再錄多次，令到個空姐開心到飛起啊！原來任達華喺航空界好受歡迎，因為佢有求必應。有次空姐趁佢去完洗手間要求合照，華哥不但逐一合照，仲同空姐喺廚房傾偈，但係講電影就傾咗1個鐘，超 nice 啊！